现代单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。罗马皇帝提比留统治第15年，封修彼拉多做犹太总督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。伊的小弟腓力做伊托利亚甲特拉科尼地方分封的王。卢撒列做阿比利尼分封的王。安那甲加亚法做大祭司的时，上帝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囝约翰。迄时伊伫旷野，约翰就去约旦河一带逐所在宣扬讲，着悔改领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照先知以赛亚的册记载，有声伫旷野地发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受得烧路。一切的山谷着吞互甜，所有大山小山着卸互家，弯巧的路着改互直，坎坷的路着修互平。万民拢会看见上帝的拯救。约翰甲来要领受洗礼遐个群众讲：恁遮个毒蛇，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得要发的受气？着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毋通家己想讲，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遮个石头做子孙互亚伯拉罕。斧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插起来，迄落火。众人问约翰：安尼阮着做甚物？伊应讲：有2领衫的，着分互无的；有食物的，嘛着安尼做。有一寡冒失嘛来要领受洗礼，因问约翰：老师，阮着做甚物？伊甲因讲：规定的税金以外，毋通加收。有一寡军人嘛问伊：阮着做甚物？伊甲因讲：毋通甲人恐吓摕钱，嘛毋通甲人敲油，所领的薪水着满足。民众在期待，大家心内想讲约翰检采是基督的时，约翰对大家讲：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得要来，我连甲伊头围带都袂堪得，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。伊的手提簸箕，要将袂停的麦簸清去，麦仔收入仓库，麦香就用袂花的火甲伊烧掉。约翰对民众传福音，用真侪无共款的讲法甲因劝勉。不过，约翰责备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为伊有带弟妇希罗底做某，阁因为伊有做真侪歹代志。遮个以外，伊有做一项搁较歹的代志，就是甲约翰关落监。民众拢领受洗礼了后，耶稣嘛来领受洗礼。伊在祈祷的时，天开，圣神降落伫伊顶面，形状亲像粉鸟，佮对天有声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耶稣开始传道的时，约30岁，众人看伊做约瑟的囝。约瑟是希里的囝，希里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麦基的囝，麦基是亚那的囝，亚那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
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阿摩斯的囝，阿摩斯是那鸿的囝，那鸿是以斯利的囝，以斯利是那该的囝，那该是马押的囝，马押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西米的囝，西米是约瑟克的囝，约瑟克是约大的囝，约大是约安那的囝，约安那是利撒的囝，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囝，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囝，撒拉铁是尼利的囝，尼利是麦基的囝，麦基是阿底的囝，阿底是哥桑的囝，哥桑是以摩东的囝，以摩东是尼的囝，尼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以利以谢的囝，以利以谢是约灵的囝，约灵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西面的囝，西面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约兰的囝，约兰是以利亚敬的囝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囝，米利亚是麦南的囝，麦南是马达他的囝，马达他是拿单的囝，拿单是大毕的囝，大毕是亚西的囝，亚西是俄比德的囝，俄比德是波阿斯的囝，波阿斯是撒文的囝，撒文是拿顺的囝，拿顺是阿米那达的囝，阿米那达是阿民的囝，阿民是阿尼的囝，阿尼是希斯伦的囝，希斯伦是法律斯的囝，法律斯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雅各的囝，雅各是以撒的囝，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囝，阿伯拉罕是他拉的囝，他拉是拿福的囝，拿福是西罗的囝，西罗是拉俄的囝，拉俄是法律的囝，法律是希伯的囝，希伯是撒拉的囝，撒拉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阿法萨的囝，阿法萨是闪的囝，闪是拿阿的囝，拿阿是拿密的囝，拿密是马托萨拉的囝，马托萨拉是以诺的囝，以诺是雅列的囝，雅列是马流列的囝，马流列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以拿树的囝，以拿树是赛德的囝，赛德是阿东的囝，阿东是上帝的囝。